后来继续来讲，最近食的、啉的是一间接一间，一直咧调起着介绍，大家拢牵拖讲无法度，讲是原物料来调起，但是明明这个顶油的肉片甲蔬果拢无起价啊，所以这个法务部要查咯。后礼拜开始要查已经起价甲指标性的连锁店，包括这个火锅店、素食店甲餐厅等等，这拢是第一波要来稽查的对象。若是查出这个起价无合理，就要查办。沙龙要起，大家拢真熟悉连锁餐饮集团，像王品、华纯，素食餐厅包括麦当劳、肯德基、胖老爹嘛拢要起价，连介绍真亲民的八方云集，还有台湾大家拢真喜的饮料，金星福泉，还有马古茶坊，拢总要起价，大部分拢讲是原物料起价，不过肉品还有菜色介绍拢无波动，法务部嘛要开始做调查。 涨价部分是我们张董会、张市长他们会处理，联合查缉小组现在还在处理中。为着避免业者囤货黑白化介绍，行政院稳定会议指示，法务部、公平会、经济部、农委会、财政部和消保处，要做跨部会物价联合稽查小组。后礼拜开始稽查已经起价，而且有指标性的连锁品牌业者，要求要提供起价原因和品项，各有起价比例，包括供应商名单和证明的资料，拢要配合调查。 联合稽查小组透过实在供货管道，要一路追到供应商、通路商和生产端。若是用抓到有无合理的起价，或者是生活想要增加交易介绍来囤物品，会交互检调或者是公平会查办，可能就要面对罚款或者是刑罚的处分。